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天公伯啊，你是安怎这么残忍？你予我有囡仔，也不过我袂用好好照顾、疼惜。我看到我的囡仔穷苦痛，我嘛袂用出面去救伊。我的心好亲像倒伫看，降地位。我会到什么时阵，才能甲伊讲？我是伊的阿母，我会到什么时阵，才能听到伊叫我一声阿母？天公伯啊，敢讲这是你对我的处罚？可是我若有啥物唔对，我愿意家己来承担所有的罪过，莫报应伫我的囡仔身上。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，我希望你把一切的痛苦拢放在我的身上，莫让文英搁再安尼痛苦落去。只要会当互文英快乐，莫讲我孙早拍一枪，就是100枪、1000枪，死我都甘愿。文英，你敢知影我有偌想要好好啊疼惜你、照顾你？就亲像你咧照顾你的家己的囝共款，我唔甘咧你，就亲像你唔甘咧你的囝共款。天公伯，我实在真无了解，你互我甲文英做伙食苦遮久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无爱互阮有一个好的结果？天公伯啊，你互我对着阿好兄。是安怎无爱互阮一世人做伙？我为了阿好兄甲文英姐拼性命，主动保证，伊煞连问嘛无甲我问一句。我甲美娟伫外口受遐尔济委屈，伊一点仔嘛无关心，伊干那关心文英姐，根本就无甲我放在心肝内。唉，我若继续安尼守在阿好兄的身躯边，敢有希望？敢有价值？实在真无价值。我为了陈建昌自杀，这搁较证明我是一个戆查某。伊自少年到今仔，处处在怨负我、责备我。只有在伊失眠的时阵，我才会当好好甲伊讲几句话，好好甲伊讲，伊对我有偌重要。苦上帝！这个空嘴，就是要互你一世人会记得。你的当家永远是一个外人，不管你安怎做、安怎付出、安怎辛苦，拢袂有当家的人来感谢你。你为当家所流的血、所流的目屎，因为只有你家己知影。我知影，这一定是天公伯啊要处罚我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听阿母的话，带淑珍啊甲彩虹，一直到文英啊出现，我想要带伊，所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感觉我一世人拢爱受人的安排，受到命运的创治，我永远都无法度过着我想要过的日子。但建昌，你实在有够可怜。你无法度保护文英啊！敢讲，连文英啊生的囝，我嘛无法度好好照顾医生。文英啊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会惊你用苦毒，我来救伊啊！文英啊，迄是你家己搞操完啦，你咧迷茫的啦。我是咧迷茫，对付我的囝伫咧当家有苦毒，我惊人心，我唔知面
若囡仔叫袂着，你若互头家娘知影讲你还阁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敢知安怎？你害死你家己的亲生囝，你知毋？袂，我只要甲我的囝救出来，就袂死，袂去互拍，袂去互苦斗。你莫生过囝，你毋知做老母的，我就甘愿看伊互拍、互苦斗、互虐待迄种感觉。我一定爱去，我一定爱去。袂用你啦，你去会愈母愈惨啦。我一定爱去，我一定爱去啊！我袂用你拖你过去管戆代志啦，我袂用你啦。我一定爱去，我一定爱去。袂用你啦，文英啊！我不是你母亲，我不是你的，我家的代志免你管，你放手啦！对啦，你若毋是我生，你嘛毋是阮某，恁母爱出囝的代志，我无迄个资格通管。好啦，你若要去，做你去啦。后爷，其实我不是跳工要安尼讲，也毋过我唔甘我的囝，我一定爱去救伊。文英，你若无顾着头家娘看到你了后，伊会用心计较去顾到你的囝，你就去。你若无顾着头家娘看到你了，伊会想尽办法去让弟弟见笑，你就去。你若无顾着头家娘看到你了，看到你大日单家大门一家某，最后袂当看到我甲阮呢。啊，搁有，在阮在世之前交代，互你甲我迄个孤立的秘权，你就去。文英，人不为己，天谿地灭。自私是人类不变的本性。头家娘的人，你毋是毋知影，伊为着要保护家己，伊什么歹心毒性的代志都做会出来，伊会害死你，甚至连你家己的亲生后生煞害死你，知影毋？我好啊！一世人跪天跪地，跪老母跪老爸，我也毋捌跪过任何人。我好啊！一世人自我捌代志了后，除了阮老爸，我毋捌流过半滴目屎。阮阿母过身的时阵，因为我啊细汉，我什么都拢毋捌，我毋知影死老母的艰苦。阮阿爸过身的时阵，我大汉啊，我知影死老爸的艰苦啊！这是我一世人捌代志了后，流的头一摆目屎。我即摆流目屎，跪咧甲你拜托，这段路你唔通行，你若去去，唔来害死着你，连你家己的亲生囝都会害死，你知影毋？不然，拜托的。后爷，后爷。文英，拜托你，
歹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虽然你无伫阮身边，约束不敢放袂记。好啊，姨妈，阿爸甲阿母是安怎要常常冤家？哦，恁阿爸甲恁阿母吼，有真侪代志看法无共款啦，啊，家己拢认为家己是对的，毋才会愈讲愈大声。为虾米我家己种冤家拢会互阿母骂？其实吼，处理代志无一定爱用冤家的啦，若会当讲道理，安尼颠倒较简单。啊，为虾米阿爸甲阿母拢无爱讲道理来解决代志？所以讲大人无一定对啊，啊，恁做囡仔的人吼，着爱特别注意，啥物用的学，啥物袂用的学，知无？姨妈，那安尼你甲阮讲，虾米会使学，虾米袂使学？啊，姨妈简单甲恁讲啦，若是讲会当互家己快乐，互别人快乐，这就是好的，恁会用的学。啊，若是讲互家己痛苦，啊，互别人痛苦，这就是歹的，恁千万袂用的学的哈。啊，互别人快乐，互家己痛苦的人咧。这款人上伟大啊！啊，互别人痛苦，互家己快乐的人咧。哦，这款人哦，上介自私。恁两个绝对不应该做的哈。阿母是一个足自私的人，是对，你哪会使安尼讲阿母？本来就是啊，阿母互家己无快乐，互阿爸无快乐，互大家拢无快乐。阿母哦是一个足自私的人。志忠啊，恁阿母毋是自私啦，迄是因为恁阿母吼心肝内有真侪痛苦的代志，咱无法度人了解啦。阮阿母若伫个吼，伊一定嘛是一个足自私的人。恁老母吼，毋是一个自私的人啦，恁老母是一个真伟大的人啊！你想看卖？恁老母为着要生你，通好互担架，啊，互恁阿爸，搁互姨妈遮尔快乐，啊，牺牲伊家己的性命，你讲，恁老母是毋是足伟大？毋过姨妈，你看我这只手，我是不是一个怪物？你家己小说者吼。淑珍啊，忘掉，我是一个自私的查某人。淑珍，当囡仔黑白讲话，你莫甲当作真的啦。我为等甲做牛做马10几年，想要到发伫囡仔的心目中，我是一个自私的查某人。其实这条讲都无毋对，也毋过，我只是想要保住我伫等家的地位，我想要永远做等家的女主人。我自私，我自私到想要掠着翁婿的心，敢讲做人的嫁后想要掠着翁婿，安尼自私敢有毋对上？淑珍，你这款想法无毋对啦，也毋过你的做法毋对。你敢毋捌听人讲，牵牛爱用冷锁？牵牛爱用冷锁。咱做查某人吼，就爱了解温柔体贴，牵牛就爱用冷锁。阿姨，你敢知影？阮大家就是你的阿姊，伊嘛捌对我讲过一句话，我嘛捌试过。也毋过，我这条软线牵10几年啊，我是牵袂顶当迄只久。你敢知影？我听到建昌讲要甲我离婚的时阵，
我实在在受伤。我感觉做查某人实在足可怜的。查某人若做唔对代志，伊永远会当得到原谅。啊，不过查某人，不管伊是做对，也是做唔对，伊煞永远得袂到一个回应。这就是做查某人的悲哀。其实，我嘛无想要安尼逐工冤家，我嘛想要好好过日子。我以前认为讲，只要我好好对待我的翁婿，伊一定会了解我的心。也毋过，我打拼遐尼多年啊，我知影我错。我这条软线扛袂顶当迄只牛，因为我根本就毋是迄只牛的主人。淑珍，你敢毋捌互建昌了解你心肝内的想法？但你无伫阮身边，约束毋敢放袂。你敢毋捌互建昌了解你心肝内的想法？其实建昌，伊知影我的想法，只是伊认为伊是一家之主，伊认为伊想的拢是对的，我做的拢是唔对。阿姨，亲像阮两个人要安尼生活，哪有可能会无冤家？咱平平拢是查某人，人咧讲查某人菜籽命，假使菜籽若野得好产，你就好命；万一若野得烂产，你就要认命。假使你若无认命，受伤痛苦的永远是你家己。为什么查某人就一定要认命？你唔认命是会当安怎？你开遐多时间，了遐多困难，结果你改变着啥？你又搁得到啥物？小珍，听阿姨苦劝，好好做一个陈建昌的家后，唔通一天到晚拢想讲要做陈家的头家娘，安尼你会过了较快乐。阿姨，你是毋是因为安尼，才会无想要做陈家的头家娘？你唔捌啦。